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感恩节的主日，所以牧师特别用感恩、听主、奉献做主题来甲咱分享上帝的信息。咱今仔日只有一场礼拜，所以牧师伫礼拜中用华语甲台语要南咧讲。伫申命记16章，上帝交代伊的百姓爱守3个节期来纪念上帝的恩典。这3个节期就是搬过节、逾越节、七收割节、七夕节，甲大寮节、祝棚节。所以上帝爱伊的百姓守这3个节来感恩，感谢上帝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咱爱尽的本分。伫规本的申命记中间，一直伫遐重复一句话，就是讲你着记得前你伫埃及地做奴才。耶和华你的上帝用大权能的手带你对遐出来。在整本的生命记当中，一直重复一句话：你要纪念从前你在埃及地做奴才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用大能的手将你从那里领出来。伫美国感恩节，因是咧纪念上帝，互因会当对英国平安坐5月花，即只船来到伫美洲大陆。伫第一年的寒天，因有收成有通食，为着安尼，因来感谢上帝。总是对咱台湾这基督徒，伫感恩节的时，咱除了感谢上帝，互咱会供应保守，更较要紧的，咱爱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救赎。上帝借着搬过节来拯救以色列这百姓出埃及，用羊羔的血做记号，来抹伫门徛甲门楣顶面，互因免去失去大汉囝的痛苦。所以搬过节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是一个保护遮坎，来互上帝百姓免受刑罚，一个纪念的日子。当咱伫孝念上帝予咱的恩典的时，我相信对咱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咱所有的感谢，咱上深刻的感恩，就是今仔日，咱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互咱免去了罪的捆绑甲刑罚，会当真做上帝所疼的囝儿。所以对咱来讲，搬过节是上帝牺牲伊的圣囝来真做咱的救赎。所以今仔日抹伫咱的记号，毋是羊羔的记号，是上帝的囝来到世间，为着咱的罪，来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。所以当即种的救赎恩情拍动咱的心的时，咱才会当真正来感恩，来听主。上帝圣囝的宝血，毋是亲像古早抹伫遮的门徛顶，是抹伫咱每一人咱的头遐顶面。当咱受洗时，咱伫即个所在，咱甲上帝立约。上帝用伊的圣囝的宝血来甲咱立约。我承认，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。上帝因为伊的圣囝来救赎咱的罪，来赦免咱。所以今仔日，耶稣基督也继续咧施行伊的拯救伫即个世界。耶稣基督救赎到的所在，人的生命伫遐改变，人伫遐担着上帝的疼，迄种人甲上帝因为罪来隔断迄个关系，会当重新搁和，人会当甲上帝往来。所以即种生命的更新，今仔日伫发生伫咱每一人咱的身躯顶，咱爱为着遮个继续来感谢主，来听主。伫国际有一个国际3元福音背进协会，这是一个世界性传福音的组织。台湾在1982年也加入这个协会。在2006年11月，台湾三福中心派我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三福的发源地，就是罗德代堡 Coral Ridge 三福级长老教会接受训练。这间教会拢总有15000个人伫遐做礼拜，是因为伫1960年，一个31岁的牧师
来到了这间教会，伊怀着满腹的热情，准备要发展宣教事工。总是经过10个月打拼，人数不但无增加，为45个人减到剩17个人去做礼拜。当伊伫遐真失志的时，隔壁州约尔这州一个牧师邀请伊到因教会去主理一场报道会。所以，伊对这个老牧师的身躯顶，伊学习传福音，毋是靠牧师一个人，传福音是爱训练信徒，互每一个人成做传福音的勇士。所以，伫遐开始发展出一套三福个人担当训练的方法。甘牧师毋但训练家己的会友，伊对1967年，伊开始训练美国各所在的牧师。到因教会接受训练，所以到伫1970年，这个三福读书的演习会已经到伫美国逐个大城市伫遐举办。伫1995年，三福已经扩展到全世界，有212个国家甲地区。2006年为止。全世界因为通过三福个人担当来信主的人，已经超过2500万人。所以，甘雅各牧师伊讲一句话，伊讲三福改变世界。伫这中间，咱看到真侪人伫遐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，互因的性命得到改变。所以，甘牧师伫遐强调，今仔日耶稣基督救恩是世界唯一的愿望。所以，咱爱去宣扬这个救恩，互人知影耶稣基督救赎的大能，互人会当得到丰盛的生命。所以，认真传福音，嘛是一个感恩的方法。牧师伫今年后个月12月20甲27两个拜五暗，要伫咱教会开2节课，来教咱个人担当训练的方法。真宝贵的时间。只有2节课，就希望大家会当报名来参加。今仔日这个半过节，是因为上帝囝来为咱死入十字架顶，互咱的罪得到赦免，互咱对迄个无愿望的人，成做有愿望的人；对软弱，成做刚强；对黑暗，成做光明。这是今仔日咱上大感恩的原因。第二个节期是77收割节。这是一个为着修行来感恩的节期。上帝予咱有丰盛的食物，咱爱会晓感恩。上帝予咱有日光、有空气、有雨水，咱敢捌为着这个来感恩？咱拢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咱常常伫主的面前，成做一个失落感恩的人。对遐个无物件通食的人。因会当因为一点点的物件，因伫遐满心感谢。总是今仔日有真侪人已经失落去迄个感恩的心。上帝知影人的软弱，所以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，恁着守节。守节的时，特别着爱提醒，爱会记咧上帝恩典。感恩是甚物？感恩是一种的行动，是上帝的命令。咱就爱用欢喜奉献来感谢伊，所以迄个奉献是出于甘心的奉献，用甘心的祭来献予耶和华上帝。这个77节是对半过节的第2日算起，第49日，所以拄好50日，所以佫称作五旬节。耶稣上天了，圣神伫五旬节的时降临伫耶路撒冷。遐个自集的门徒信上，所以第一个基督教会伫遐来产生。因为圣神降临，所以彼得伫遐受圣神充满，伊起来做见证，见证讲耶稣基督上帝已经予伊告我，所以恁着悔改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互恁的罪得到赦免。伫使徒行传2章41节讲安尼，讲对安尼。接纳伊的话人，拢受洗礼。迄日约略加添3000人。所以伫新约的五旬节，咱嘛称作圣神降临节。
是基督教会诞生的日子。第三个节期是大寮节、住棚节。上帝爱以色列百姓纪念因脱入埃及做奴才，伫进入流年流灭的地进前，因为旷野40年过着漂流，住伫帐棚内底生活。所以伫这个节期，以色列百姓因爱出入到耶路撒冷附近，这个郊区、山边还是路边，伫遐搭一座寮伫内面来少年前伫旷野艰苦日子。所以14节，上帝讲：恁着欢喜。15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伫你一切物产甲你的手所做，要祝福你，你就真大欢喜。所以感恩是种用欢喜的心来感谢上帝。毋然呢，16节，耶和华讲：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选择的所在，你来朝见伊，毋通空手来见主。你着要照上帝予你的气力，照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赐的福分来奉献礼物。所以感恩嘛是一种奉献，为了上帝祝福来欢喜奉献。伫咱拄则所读《申命记》15章，有讲到感恩另外一个真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讨放别人的罪，将上帝予你的经过你的手流到别人的身上。所以伫15章的第3节、第8节、11节，拢总3解提起讲，你着放开你的手。华语圣经写讲，你要松开你的手。你的手抓条真侪物件，咱要学习放开，流到别人的身上。若是安尼，上帝要怎样？第5节的尾句。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作业的地，伊要大大祝福予你。上帝的确照伊的应允来祝福你。第10节，因为对这个事，你的上帝要伫你一切所行甲你所做祝福你。18节佫讲，你的上帝要伫你所做一切的事来祝福你。放开你的手，松开你的手。上帝就要祝福你。今仔日，咱拢袂记，咱袂记得咱的上帝是一位赐福气的上帝。咱家己，咱想要掠掉的物件太济，至到上帝要予咱的祝福，无法度流到伫咱身躯顶。有时，咱是掠掉别人对咱的亏欠，咱毋肯赦免别人，对咱来讲，这嘛是一种的罪。一种唔肯赦免别人的罪，所以伫遮讲，放开你的手，你的上帝就要大大祝福你，这是上帝予咱的应允。咱拄则礼拜前所念这首诗，主引导我一生路程，作者是 Fanny Crosby。这个 Fanny Crosby， 他在出生6个月。因为感冒，医生误诊，让他眼睛失明。在他的传记里面有一段很感人的故事。他说有一天，他的母亲带他坐船要去看一个医生。他已经看过很多医生，但是都没有办法来医治他的眼睛。后来有一个人跟他说，还有一个医生，很多人让他看了以后，眼睛重新得到光明，所以他还存着一点希望。但是去看过那个医生以后，那个医生对他宣布说：“你永远一生失明，没有办法恢复。”他说，在他的回程，他躺在船上，他内心非常痛苦。一生失明，我想对一个人来说，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他在那个时候，他出声对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难道我一生都失明，成为没有用的人吗？”上帝在那里小声回答他说：“Fanny， 我的确要让你有一项工作可以做，以后你的日子是光明的，不是黑暗的。”上帝的一句话
就够用了。弟兄姐妹，也许你在上帝面前也有过很多的挣扎，有时候我们甚至否定自己，但是上帝在那里告诉你说：“我要让你有一件工作可以做。”上帝给你一件工作可以做，然后你的一生是光明的。上帝果然持守他对 Fanny 的承诺。Fanny 他从小在纽约的盲童学校读书，后来他在那间学校当老师。他后来他跟 Austin 他的老师他们结婚。出生6个月，眼睛就失明。虽然他不曾欣赏过上帝创造大自然的美，但是在他的生命中，他享受了许多上帝无限的爱。他一生一共写下了7000首的圣诗，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爱。在我们刚才所唱这一首《主引导我一生路程》这首歌，弟兄姐妹，你能够想象这是一首失明的人所写的诗歌吗？整首诗歌里面充满感谢。在我们的新圣诗里面有8首是他所写的诗歌。第一首是273首，至圣的主宰，上帝是谁？236首，地边眼光土地，我灵魂的祖家。398首，我来亲近耶稣，伊为主大好。140首，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的行径。475首，耶和华我坚固就伴，安赞我，各罪关带保护所在，扶持我。479首，救主耶稣，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。480首，我心大欢喜，主在身边。搁一首是482首，为主来做伊见证，主是至好朋友。逐首诗歌拢充满一对上帝欢喜感谢。我要互你有一项工课通做，你以后日子是光明的，不是黑暗的。上帝持守他对 Fanny Crosby 的应许。今天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在主的面前跟主说：“上帝啊，你既然领我出埃及，又经过红海，在耶和华你所选择的土地，我求你能够继续带领我。”所以，求主互咱一生会当有一项工课通做。是什么工课咱唔知，求上帝互咱找到一项上帝为你备办你为伊所做的工课，然后你的前途是光明的，会当看到上帝的头前为你引带保守。上帝互咱每一人拢有无共恩赐，所以无论你用金钱奉献，还是用你的才能服侍来奉献，拢是听主的，上帝拢会悦纳咱的奉献。有一天，在非洲利比亚有一间中学，当他们在筹备建校50周年庆典以前，他们在那里一直在找一个人。这个人曾经在1920年奉献美金20万来帮助这一间学校，来建这间学校。所以他们经过一段时间后，最后找到那个人，写信告诉他说：“这间学校是因为你在1920年由于你的奉献，我们才有办法来开设这间学校。到今天50年来，我们栽培许多杰出的校友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庆祝建校50周年的时候，我们
邀请你能够来到这里，和我们一起分享喜悦。但是这个弟兄回信给这间学校，他说：“我没有资格来参加，因为经过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，我破产了，我成为一个很卑微的人，所以我不配到你们的地方。但是这间学校他们坚持要这个老弟兄去参加，所以他们替他出机票钱、出旅费，邀请这个老弟兄来到利比亚参加他们50周年的校庆。在庆典当中，这个弟兄受邀请上台讲话。他最后一段话，他说：“有一天，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所留在地上的金钱财产，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意义。我所能带到天堂去的，就是以前我曾奉献出去那一些金钱而已。我所给别人的，所帮助别人的，所奉献在上帝面前的，才是我一生我所拥有的。”耶稣讲：“无得为家己积蓄财产伫地里，独独得为家己积蓄财宝伫天里。”求主施恩，互咱伫感恩节的时，互咱会当搁一遍来算效上帝伫咱身躯顶恩典，互咱会当搁较听主，搁较用感恩的心，用奉献来回报上帝，互咱的听。咱同心的祈祷。是恩的主，我伫你的面前